欢迎收听10月25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的是以西结书9章1节到10章22节。以西结书9章1节到10章22节。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，以西结他领受上帝的声音，他也回应上帝的决定。在这个一来一往里面，以西结他最后伏在地上喊叫说：至高的上主啊，你真的要向耶路撒冷倒尽烈怒，把以色列仅存的人都灭尽吗？这个已经正在流亡分崩离析的国家已经亡国了，但是在这圣殿当中却仍然离弃上帝。上帝今天在这段经文一开始就说，面对他们在这圣殿所做的事，上帝要施行审判。而这审判呢，在原文有一个意思，它其实是中性的意思，就是按着你所做的来回应你，你做什么，上帝回应你什么。所以在今天第10节，我们会清楚看见上帝说，我眼必不顾惜，也不可怜他们，要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。上帝是公义的，但我们也会发现这也有怜悯的成分哦。万一你做的是一件不好的事，从来都没有人告诉过你，你还会以为这件事是对的，结果你就让你自己失去生命。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，上帝也是怜悯的，因为他的审判一开始他就说到，他差派这些使者要走遍耶路撒冷全城，要让那些在城中看见所行这些可憎之事而哀哭叹息的人，他们领受一个记号，好像逾越节一样，这个羔羊的宝血涂在门楣，这个记号画在这个人的额头上面，他就从这些被毁坏当中分别出来。上帝仍然怜悯我们，他不愿我们沉沦，不愿我们失落，甚至不愿我们不知道我们所行的是得罪上帝的。然而他也是一位忌邪的神。在第10章开始，我们看见一个很令人叹息的画面。以西结领受异象，上帝的荣耀离开圣殿。这原本是上帝为了他子民的缘故屈就，所以同在的地方。因为如果我们真实认识上帝，我们知道他无处不在，他不需要困在圣殿里。然而他愿意与人同在，透过这个圣殿的同在，让人能够知道。因为我们所知的很有限，我们是用我们有限的认识在认识这位无限的神。神怜悯我们对他的认识，他用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与我们同在。然而到一个程度是，这个地方罪恶满布，上帝无法同在，因为上帝是圣洁的，他所在的地方是圣的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景象，非常的令人难过，因为圣殿失去了上帝的荣耀，它还叫圣殿吗？这个场所没有了上帝的荣耀，真的是很令人难过。因为这地的百姓不再敬拜荣耀这位上帝。我们要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其实上帝他都在，他的荣耀无处不在。然而我们是不是有在这地活出他荣耀的样式？我们是不是真的寻求他？我们是不是真的也跟上帝一起对罪恶感到厌恶？还是我们只为追求眼前的利益而向上帝抗议，
好像在第9章第9节里面这段人说到，这个遍地有流血的事，满城已经有冤屈了，但是他们还说上帝已经离弃这地，他看不见我们。或许有一些人他是一个受害者，他寻求上帝，但他仍然在这个环境因着他人的不义而受到伤害。但是有一些人他是加害者，他自己行这样的事，却借口说上帝离弃这地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这是对我们的提醒。上帝也都知道我们所做的事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要向你认罪，我们也要向你感谢。感谢主，你是公义的主，你看见我们所行的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的冤屈，你知道我们的需要。主啊，我们也要向你悔改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掩面不看你，我们以为我们所做的你不知道。但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有再一次为了这些不合神心意的事而感受到憎恨，感受到哀哭的时刻。主啊，谢谢你用这段经文提醒我们，也用这段经文再次帮助我们。主啊，你的荣耀不仅是在圣殿，更是在每一个活出你心意的地方，活出你心意的人身上。主，愿我们是那个人。我们向你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。愿上帝的恩典荣耀与你同在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邀请你给我们5星好评。我们明天见。